瓶吧。你咋了？好多了，1元的2块5。营养快线，营养快线，纯正果汁、松牛奶，15种营养素一步到位，早餐喝一瓶，精神一上路，娃哈哈营养快线。转个圆。厉害，太香。突遇变故，保险赔偿引发家庭纠纷。年龄的受益人成为争夺对象。外婆继父，监护人能否擅动赔偿款？不是说买了之后就一定就出什么事儿。抚养权之争，庭审进行时正在播出。我要求法院变更有形的抚养权。在本案中，不管是谁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，都应当履行监护职责，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的财产权利，包括本案所涉及的保险金的权利。除了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之外，不得随意的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。通过本案的调查，我也看得出来，你们双方都是为了娃娃好，都是一家人，干嘛一定要闹到个将来？双方协商一下，把问题好好生解决，哪个不好玩？为了娃娃的成长，不管是在婆婆那边，还是在父亲那边，只要有益于他的学习和健康，都可以嘛？你理解呢？实际上，我们都是为了心情好，只要他不去滥用这笔钱，我们把心情照顾好，我也就愿意。法官，其实我也晓得这个钱我不可能说是拿来自己安了，我还是要用在娃娃身上的。妈，虽然这娟娟走了。意外的嘛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车祸，照顾好心心儿，更要照顾好你。双方达成一致性的意见，没有诉讼的必要。现在原告撤回起诉，本庭准予。现在闭庭。开庭打官司，拍案断是非，一件纠纷一次庭审。庭审进行时，讲述你身边的法律故事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都可以做到监护人的嘛，晓得不？婆婆也可以，爸爸也可以。被捉奸在床。看见给你在这个电话上，你说的包工头敲诈你，你说你过来，结果你过来没嘛？肉品哈药6厂生产。要下课了，要下课了。还有10分钟。我有我要求。啊。给孩子的补习方式。别再忙了，别再忙了。康普利新酵母新，富有安全生物技术，新与酵母营养有机结合。康普利新酵母新，营养新补新，安全立刻。身体健康，营养快线，阖家欢乐，营养快线，万事如意，营养快线。15种营养素一步到位，营养快线，营养全家。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张灵甫在此折戟沉沙。痛下山水，从共军的手里抢。我不承认，你鸡头来见我，把张灵甫不会办，其实此事为什么？两军对垒，岂止沙场不勇？成败之间又有多
多少运筹帷幄和勾心斗角。著名作家赵瑞勇、王彪一时2年10亿起稿，打造战争大戏《红日》。游泳小宋佳谱写战地浪漫曲，李幼斌转型扮演张灵甫，塑造一个颇具军人风采的敌军将领。杜雨露、耿乐等众多实力明星加盟，金庄剧院即将上演。哎妈，给骗35集。不要好听。没有。
不想留下来跟咱们一起大会？小伙子，多大了？20，成家了吗？你呢，小伙子？多大了？28。家里还有多少人啊？你家就剩我一个。现在想打鬼子吗？对。打鬼子可是要真刀真枪的来。啊！我们都从衙门给爬出来，还有啥可怕？好，小伙子，来试试看。好。左边数，第3个步。笑啥？哎，这里面有不少好枪手啊，能派得上用场。那不一定。怎么不一定呢？有了这批好枪手，小鬼子想进咱们的山那就难了。这打仗不是打猎，少个带头啊。他怎么样？枪打的是不错，3脚踢出一个屁来，我不太喜欢。这盒子这不是也不爱说话吗？不照样带兵打仗？那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你看谁合适？老班长。行，我听你的。支队长，支队长，这小子交给你了。那就交给我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是连长给你派的警卫员。警？哎，快！怎么回事？这警卫员啊？你们昨天不是说让老班长带来新兵训练吗？这没意见，就这小子。他这在拍了，包括这那不。来。怎么回事？他的。啊，我也跟大家训练，非要跟着你。哦，对，我知道他们。是啊，谁说都不听。老班长就让我带着去见连长和袁连长，问问他们怎么办。他们都说你身上需要个人，就让我把他给带过来了。是，需要什么人啊？我这缺手里脚需要什么人啊？把他带过来。喂。哎，你拿我衣服干什么？我看脏了，拿去给你洗洗。哎呀，孙同志，我这么大人了，这点活我还不会干，谢谢你的好意啊。我看你忙呢。孙同志，你不是想参军吗？啊，到了部队，那部队是有部队的纪律的，成为一个战士，将来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。啊。可是袁连长他们让我。他们不了解情况。你说我一个大活人，4肢健全，什么不能干？可是连长他们说。回去跟他们说，你说我这不需要你，让他们给你安排更重要的事情。快去吧。啊。这干嘛呀？给我的啊！你拿着，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等着长个高个，将来娶个漂亮媳妇啊！快去吧。拿过我那个。来，来点水。好。有绿茶没有？绿茶，这里。绿茶1度。多少钱？3块。好，慢着。哎呀。干嘛去？有的，里面有。也是那个心。你才不然呢！你看你们这2天天天训练，我累呀，一大堆事儿呢，哪有时间？